因为我是他的粉丝。笑死我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哎呀，人家断桥了！站下来帮我扣好。小庆儿。义兄二人出门来，门前西桥走上北。你也上了吗？标准，看标准。我安庆，安庆服务器。装进化。唱戏哪有不麻烦的事情？没有啊，他又是在我们改对，真的。这是在干嘛呀？在哪看哪个报纸？就看一个来嘛。先看哪个？我在录像。那你在你好背。你们放了吗？都放了，各自了是吧？不是，你刚才看的是谁？我想问。你看他就好了。再来，再来。中间那个单身狗啊。强颜欢笑。我要左右右抱，再来一个钱。沿着花边新闻，小姨妈竟被陌生剧团
等一下，这个镜了，一家三口，一家镜头开不了。三代人。啥呀？我们俩生的。可以拿，我拿小票占点便宜。给你给我发压岁钱呐。上来吧，对，你把我这个。不行，今天我要这个不能太骚，我要温润。照片我刚才拍了几张了，现在是视频。完啦，开着，开着我的罗大。哎呀，开始先夸再说。拍过了没啊？之前你们的眉毛看着特别服帖，一根根画的，真的特别服帖。很不好。